的警戒使用条例已经有规定可以使用电击枪，法令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，那总统跟院长的指示就是，我们立即采购这项装备，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，就这8个字。那这要人给人，今天早上院长也提到了，我们立即铁路警察局要补充260人的我们的铁路警察的同仁，要补充260个。如果260个觉得经过署长他的在一些精密的勤务配备，等一下由署长来向大家做报告以后，有需要，总统也是指示，院长也是这样指示，要人给人。那另外有关我们要紧急采购这一些有关电击枪的事情，总统跟院长的指示是要钱给钱，所以我们会立即指示警政署做相关采购的这一些。那很多电击枪有一些规格各方面，我们已经有相关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会借助这些经验，包括我们邱风光署长的这些经验我们会立即来进行相关的采购作业。那这一部分钱跟人都没有问题，我们会立即处理。心里实在是非常的他妈妈讲说，他希望李承翰是最后一个，不希望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我们听了以后，真的是感同身受。所以我们这些员警都是我们的弟兄尤其这李承翰员警非常的年轻，25岁，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祝他一路好走，也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所以我感谢总统，感谢院长他对我们内政部对警政署的支持，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我们希望能够在勤务各方面我们能够更加精进，让我们社会的治安能够更加的精进，更加的社会能够更加平和。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